保安司司長張國華表示，為咗優化同埋改善各個口岸嘅通關效率，政府將會喺08同埋09年投放8500萬，設置147條自助過關通道。李國賢報道。會上多位議員關注有啲乜嘢措施優化同改善口岸通關效率。議員李佩林建議要充分發掘各個口岸嘅通關潛力，提高蓮花口岸嘅使用率。而議員劉本立認為，一啲口岸分流措施做得唔夠理想，部分原因係配套設施唔完善，期望當局同內地相關部門透過聯絡機制解決同完善有關問題。至於24小時通關問題，議員楊道康建議政府可以充分利用依家已經係24小時通關嘅跨工區出入境通道作為分流。所有嘅人員配備同埋設施都有，但係咧每一日通過嘅人員同埋車輛話個數量係極少嘅。咁有一啲浪費呢個口岸啊，特區政府係咪可以考慮下充分利用呢個通道呢？因為佢本身已經24小時通關。保安司司長張國華表示，政府除咗將會喺關閘口岸增加18條自助過關系統之外，亦都計劃喺08同09年分階段喺各個口岸增加一共147條嘅自助過關系統，提高出入境服務科技質素，同埋舒緩人手不足嘅壓力。特區政府係打算喺08年同埋09年係動用8500萬，係購買147條呢個自助過關通道。咁佢支付期間呢，08年就係3600萬，09年呢會係4900萬。咁你自助過關通道呢就會擺喺呢啲空港啊、呢啲口岸啊、即係陸路口岸同埋呢個海港方面。喺口岸嘅分流措施上，佢表示喺11月1號開始，經過蓮花口岸入境嘅9個座位以下嘅小型汽車，可以喺同關閘口岸入境嘅待遇一樣，乘客唔使落車過關，希望可以起到分流嘅作用。另外喺各個口岸嘅分流同24小時通關等問題，當局設有小組同內地相關部門溝通，亦都會喺年底嘅粵澳年度聯席會議上作出深入嘅討論。另外，佢提到有計劃喺北安碼頭興建出入境事務大樓，屆時交通指揮中心亦都會設喺大樓裏邊。